大家好，这次课呀，我们就来进行讲解我们视频讲座的第二讲啊。我们视频讲座的名称啊是急速化治愈早泄与持久力秘修持，也叫做从深度早泄到焦而不泄啊。那么要想给出急速化治愈早泄的方案，我们就必须对早泄的成因有着非常清晰、非常明了的认识。对于我们患者本身而言啊，对于我们广大患者本身而言，也要求你对自己的问题有着非常深刻的了解，然后呢，才能够接受和理解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和方案，否则的话，谈不到解决问题。这次课开始呢，我们就来揭示和阐述早泄的成因。那么，用什么样的观点和方式、方法来揭示早泄的成因呢？我们指出我们用中医学的这个理论和方法来阐述这个早泄的原因。我本人呢是中医医生，我们就用中医学的理论和方法来阐述。我的医学理念是中医为本，西医为用啊。那么在系统的阐述早泄成因之前，首先呢，我们指出中医学把这个疾病分为两大类，在总的大方向上分为两大类，所以对于早泄等男科疾病上也是在总的大方向上也是按照这样的思路是分为两类的。分为哪两大类呢？大家一定要非常清楚，这两大类是虚症和实症啊，虚症和实症。那么虚症呢也叫做功能性的疾病啊，虚症也叫做功能性的疾病，而实症呢，实症也叫做器质性的疾病啊。什么叫做实症，或者说什么叫做器质性的疾病？指的是我们身体上有具体的病变啊，比如说身体哪儿发炎了，具体的疾病，心脏病、糖尿病尿路感染呢，前列腺炎呢你比如说这个肾炎呢甚至尿毒症等这些具体的病变，我们称之为实症啊。而虚症呢，是不是由具体病变导致的，是你身体器官本身功能的疲劳和衰落导致的，这叫虚症啊。虚症呢也称为是功能性的疾病，中医学就把所有的疾病都分为虚实两大类。那么就性功能问题而言，实症也是能够导致性功能问题的。你比如说心脏病、高血压往往能够导致阳痿，糖尿病导致阳痿的比例也非常大啊。你比如说各种炎症，特别是与生殖系有关的炎症尿路感染、前列腺炎，它们导致性欲低下和阳痿的比例也很大，也有一小部分的炎症处于急性期的时候，导致性神经系统的敏感度过高，导致早泄的比例也是很大的啊。但是我们在这里面，我们指出我们讨论的这个性功能问题主要是虚症导致的虚症导致的就是功能性的衰落导致的不包括具体的实症导致的性功能问题，不包括一些具体的，比如说高血压、低血压、心脏病等导致的这个性功能问题。但是在实症当中，我们刚才强调了具体的炎症像前列腺炎尿路感染这些导致的男性疾病呢，它是与男性的性功能密切相关的。虽然它们属于实症的范畴，但是我们也把它归为虚症是这样的，就是从大的方向上分为实症和虚症两类。那么以后呢，在没特殊指明的场合里面，我们所阐述的包括早泄在内的各种性功能问题都是虚症类的性功能问题。这是我们首先呢做一下这样的一种说明那么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说一下早泄的成因是什么。很简单，我们指出早泄的成因一言以蔽之，就是虚损以及实火虚损以及实火。虚损是什么虚就是空虚的意思虚就是空虚的意思。损呢是什么意思呢？损损就是损伤的意思损就是损伤的意思。所以汉字是很有魅力的。虚损就是空虚和损伤。那么哪里空虚和损伤呢？哪儿空虚或损伤会导致早泄等男科疾病呢？是指肾源以及关联系统肾源是指男性的肾源以及关联系统。我们主要谈肾，或者用两个字肾源来表示。在这里面呢，我们再强调的解释一下，这里的肾，我们中医学当中的肾呢，不是西医解剖学上的肾，不是西医解剖学上的肾我们这里的肾呢
是包含西医解剖学上的那个肾脏在内的一个系统。除了肾脏以外还包含这个内分泌系统还包含男性的外生殖器，更主要的是包含一个重要的器官前列腺，这是中医学当中的肾并不是肾脏。我们有很多患者朋友，包括很多中医以外的一些从事医学工作者或者是一些西医医生，都认为中医所说的肾呢就是肾脏，实际肾脏和性功能的关联并不大，而和性功能关联很大的是包含肾脏在内的一个系统，主要是男性的外生殖器还有前列腺，特别是前列腺这个作用，以后我们还要详加阐述。也就是说，我们指早泄的成因一言以蔽之是虚损以及实火。哪里虚损呢？是指肾的虚损以及实火。那么什么叫虚虚就是空虚，就是你肾的动力不足了，能量不足了，肾气不足了，空虚。损是损伤，为什么损伤？你过度使用它，所以它就损伤。就是不单单是人体的器官，任何一件东西，如果你过度的使用，不加保养的话，它都会损伤。你比如说这个车，我总开不加保养，那么这个车的性能也会降低。任何事情都是，你比如说眼睛，用眼，我这个眼睛我长期的用眼过度的使用，近距离的看东西，看书不加节制，那么眼睛也会损伤而产生近视所以说这个损伤是很容易理解的，虚损就是空虚和损伤。哪里空虚和损伤呢？肾源空虚和损伤是这样的。这是我们解释了虚损的含义。那么实火又是指什么呢？实火是中医学当中的一种说法，它指的是实症导致的火。中医把火分成实症导致的火和虚症导致的火。实火那么由实症导致的往往是由各种炎症引起的，或者各种大的疾病导致的。你比如说身体高血压会导致身体的各种上火呀，血压增高或者是炎症导致的。你比如说前列腺炎、尿路感染，那么这些炎症会使局部的器官组织变得敏感度高，变得异常疲劳，而产生上火的状态，这叫做实火。那么早泄等男科疾病产生的原因，我们在这里面就主要谈功能性的早泄我们指出早泄的成因就是虚损和实火导致的。虚损就是指你的肾虚损和损伤肾空虚和损伤。实火就是比如说你有各种生殖器的生殖系统的各种炎症，包括有菌性的也包括无菌性的各种炎症的表现，那么肾源的虚损和实火就是导致早泄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么在这里面我们要指出，为什么虚损和实火能导致早泄，虚损和实火又是怎样导致的早泄。一句话我们在这里面说一下，虚损和实火导致早泄的最先起因我们假定一个男性是最先是一个健康的性功能正常的一个年轻的男性，那么他是怎么由一个性功能正常的健康的男性而出现了肾的虚损和实火呢？从而导致了各种性功能问题当然在这里面除了肾的虚损和实火，还有其他系统，我们主要强调的是肾，我们叫肾源及其关联系统，那么主要强调的是肾。当然其他的我们在以后还会遇到的时候还会详细的论述的。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揭示一下一个性功能正常的一个健康的男性，他是怎么导致的虚损和实火，他是怎么由一个健康的性功能正常的人由什么原因逐步导致了虚损和实火，从而引起包括早泄在内的各种男科疾病。那么我们下次课再详细论述这次课呢就上到这儿。